一個男人有錢，跟住佢啲錢係自己揾翻嚟嘅，咁呢個男人就冇可能做舔狗。呢個係男人不可能三角。有錢，啲錢係自己揾翻嚟嘅，仲要係跪舔女人。如果有嘅話，咁呢一個男人出現喺你生命當中，佢一定係個殺豬盤嚟嘅。而家市面上有好多滾友啦嚇，好多騙子啦，就係佢自己本身個人又矮又柒又肥嘅，條件好差好窮嘅，跟住就包裝自己個人設，扮有錢佬，扮創一代，跟住仲要向女人提供情緒價值，去討好女人，去跪舔女人，即係又有錢，佢嘅人設就係又有錢，啲錢又係自己創業揾翻嚟嘅，又去跪舔女人。好多女人就信咗佢，俾啲男人呃錢，因為女人佢本身就係骨子裏就係慕強嘅，羨慕呢啲創一代嘅男人有經濟實力啊，又識得氹自己開心。但係如果一個男人佢真係自己揾到錢，佢冇可能做舔狗嘅。佢喺創業過程中，佢要經歷幾多苦難，需要做幾多決斷，佢要面對幾多挫折，佢一定係好有信念感，佢好堅韌嘅，佢唔會係一個好懦弱嘅男人，唔會輕易去跪舔女人嘅。